一名的客停车司机陪伴长辈来到水沟社参加台湾交通宣导园游会。目前台南市伫2024年将迈入超高龄社会，老年生活需要全面性的照顾，因此客停车教育辅导协会抛砖引玉，展现企业社会责任。老人真的是需要我们多方面去关怀、去照顾。你看，那很多人就说他可能躺在床上，他其实想要走出来，可是有办法吗？没有办法。就好像说，等到说自己的父母亲、自己的长辈躺在床上，我希望讲真正走出来。台南有爱，因为我们社会高龄化其实越来越严重。那不只是教育给我们的，不只是给我们的所有的计程车司机好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教育之外，也让我们的长辈朋友知道，我们台南市的计程车司机们做好准备了。活动以园游会形式办理，让长辈行出户外听音乐、食美食。这天副市长也替送康济位叫出中歌拢到场，颁发感谢证予协会，肯定推动高龄长者行的安全。咱嘛有所谓的小黄公车、无障碍的这些公车，拢会当来照顾这咱这老人家在行的方面更加的便利啦所以这部分嘛拢是王理事长、长咱这工会啦计程车朋友大家共同的。到三工啊！透过活动，期盼会当唤起社会对独居弱势长辈的关怀，同时让长辈找到舒适安全的交通工具。市府未来嘛会推动更完善的福利，让长辈会当安全老化。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